了。分享舒糖，讲下广播电台青阳阳嘅開了太菜耶！什麼感謝你觀眾朋友再次嚟舒糖哦，我係陽陽，我係潘日出阿朱妹，再次在空中讓嘅鄉親朋友來見人，陽陽，今日嘛嘅日啦，今日3月初八咧，38婦節，我話同你講情人節，嗰時為你一年來賓送一隻嘅做嘅幹嘛嘅金沙。唔過，呢個來賓係提早送呢啊，就托你係3月14號，呢個非送俾呢個來賓。唔過因為今日冇巧合時機，今日冇法度來，呢咪冇法度放門去啊。所以咧，佢是提早送啊。啊，佢講喺情人節今日哦，佢拜年咧拜暗瘡要訂唔到呢啊，因為佢講因為情人節今日啊，呢是要收到一個樸實嘅金沙。錯，所以佢講哎呀，樸實送到金沙。我要送金沙，我要點變下後輩，我是冇攞去上漲咧，所以我基本3月初八到38婦女節，本都停落一下。不然你做什麼已經停落一下，所以送呢一沙一下無，當有愛心哦，真經當有心呢。哎呀，用得人年輕過啊，呢個小鮮肉用愛有心。真經當有心。講到咧38婦女節啦，睇白就38婦女節，可是你一下睇睇會講，嗱，嗰種嘅婦幼節窮，婦幼節窮下講錯，嗱小朋友窮下講咧，冇單強講3月初八嘅38婦女節。剛才問你睇白，你講有兩個係3月初八婦女節時節啦，你冇用辦來過2日。其實你講用辦緊過2日，真嘅冇用辦緊停過呢。你冇啊！我講，冇用辦過。我睇白3月初八婦女節時節咧，親朋友過係啊，親你這個身邊的朋友啊。唔係，我是唔愛做事，因為我愛水談。本這個不用聊是錯嘅哈，聊人嘅啦吼，好好愛這個。錯，做嘛個事情苦海，該人我該你做事做好咧。該是平常你做嘅事條那個罷工錯嘅，罷工咧，我本次家來聊一下。有啲人說講，哈，該哈那錯個是3月初八做得了，其他嘢都做唔得了。365也是聊人嘅，錯啊，該沒當錯個咩？冇啦，必須哈，我是覺得人生是安樣hin啊，不管哪一年哦，總係我老自家吼尊重18歲心情強咯，像我老樣樣是係啊，見埋拄到面嘅時節，做節目嘅時節是痛啦啦哦。我相信每一年用啥痛難啦，談到一年節目嘅聽眾好朋友咪痛難啦。哎呀，一條談一條，這個條條都係笑。佢講冇談到咁條兩個上哦，我肉笑，我笑，我肉笑如果笑，有來水唔落噶，係本來水凍住嘅，談到很兩三個節目該好，我研究過來先談。唔過佢講水凍住要點做咧？因為雪盤咧，雪盤當中來談一個清庸庸嘅海陸題材咯，然後庸庸喺個亞春梅橋下來打掉時，該是幾快樂嘅事。笑了日後人來安心睡木啦。係啊，本來是一碗盤咧，就見堂是2碗3碗，錯，怕唔會飽啊！談同樣嘅節目好笑，好笑落去又跳，又再個裝開玩，食到咁多啲好飽。外片所咪冇上去，因為驚錯過啊！你係咪劍友嘅啊？好啦，咁基本咧，你繞牆道你一位特別來賓，頭先要講啊，叫大電路來送你兩副。係，最近當有心咧，冇想到你後生人，俺曉得。叫小鮮肉啦，比你年紀下細小鮮肉啦。一個咧，哇，佢真勁講哦，非常嘅優勢。頭先同你講，你老記得個大嘴骨嘅時候，人哋講佢小嘅東西硬到啊。係啊，係嗬。你兩個真勁來鑽地洞啊，講起來。真嘅咯，特只裏邊嚟講，繞牆嗰條來做錢都係喺你客家嘅嚟講嗬，真嘅係靚人啊，唔係強人唔會嚟上呢節目。唔過咧，佢條咪會感謝你啊，因為你兩個賣嘴法，然後佢條手改出來，佢條是起到動，然後佢做宣傳啊嘅。錯，好，嚟結果呀，都安排好睇個 Q 堂，睇個 Q 之後，等下將繼續到咗來，清央央嘅開了台算什麼台噶？哦阿姨耶哦，阿姨呀哦，馬路卡卡馬布，阿姨哦，阿姨呀，兩個，第幾名罐子？阿姨，阿姨。
哎呀哦哎呀。Masyado lain Kung makiba-kiba adabag Zamian Siniusi-siyan 好渴，可上前就在眼前，一路红有你走盘，所有的一圈都会跳。从小就伴着金黄色的稻穗玩耍，嘴里啃着甘蔗，心里想着台糖的冰棒。自强号在我见识中的山脉多伟大，一年四季千百种水果加咖喱更大。假巴杯，这是台湾特有的人情味，每天一杯阿里山的姑娘泡的茶叶，荔枝上游变成紫色樱花勾吻龟，一张2000，开启了精彩的宝岛美食之夜。那路安火阳，Formosa 是我的家。Nama sa pasangan ubi ni balu sekejap adumu来，走回来烛光，歌声会带着我们前航。就记得你也挂，从一趟爱的台湾，是咱高雄的歌。人道 Masyado lain Kung makiba-kiba adabag Zamian Siniusi-siyan 好渴，快三千就在眼前，一路红有你走盘，所有的一圈都会跳。从小就伴着庙会里的阵头玩耍，敲锣打鼓沿路都是鞭炮，我也不害怕。看舞台车上的阿姨尽情欢唱，我长大带着梦想和一双鼓棒北上，带把车头大家向前行 ，Everyday 东区拢是免真心的辣妹，全世界人捷运内底客做伙 ，Mind the gap，Everybody welcome to 101 Taipei。那路安火阳，Formosa 是我的家。Nama sa pasangan ubi ni balu sekejap adumu来，走回来烛光，歌声会带着我们前航。就记得你也挂，从一趟爱的台湾，是咱高雄的歌。也无看少年的清风对面吹，早一要花袂出嫁，想着少年家。可怜表弟面嘛袂像个人主题，想要问伊行歹势，心内大疲惫。那路安火阳，Formosa 是我的家，所有珍贵的记忆、恒久的文化，我们要好好收藏。走回来烛光，歌声会带着我们前航。就记得你也挂，从一趟爱的台湾，是咱高雄的那路安火阳，Formosa 是我的家。所有珍贵的记忆、恒久的文化，我们要好好收藏。走回来烛光，歌声会带着我们前航。重要的歌，重要的歌，重复的不能给强强给思念给故乡台湾。唐天亮后台个 Q 字还有欢迎一个乡亲朋友再次到转来。青阳阳的海陆台菜，哇！今日整运动相当欢喜哈，绕抢到了日味哦，当等一下个小鲜肉，这凑到按你两对面去。哎，挑战不按两个阿姐吼，放水都跟弄啊嘅，弄到去某间某啥上讲，哎哟，你两三按对搭打嘴骨讲到个按3万讲到个按痛啊，我冇法度天然你按痛嘅，唔是？对哦，还让你讲，该其实系假生意哦。我真嘅吗？你挑战臭菜世界，佢明明是没按过。咱为到大马上也出来你非常优秀嘅客家子弟李文华先生，老太这个打下招呼。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文华。阿芬
哎呦，你真嘅學習都很強呢，頭先教你是馬上曉得講呢，隨時有。其實佢未講，佢唔會講下，佢講唔講上千樣樣嘅海陸大錯兩陣節目，佢要到講特別來補一下。嗌海陸強談嘅書，唔講嗌冇眼會講，係講落去會廢片，嘅聽眾朋友唔啲會忘到太多。所以呢個咁個至少咧，一開場嘅時節咧，大家打下招呼，打招呼，上節目嘅時節就用海陸強啊，所以用補一下，補一下，小可來補一下咗。其實假設你，譬如說你啱講嘅時節，你明明是講嘛，你啲見背來來我哋為節目錯別字，俺不水唔落夠啦，神的天公啦，天到神到高。即刻講天公嗎？忙天公，你是想什麼？係啊，講一下你的上節目嘅心情咧。我半夜3點半飯超衰唔得，見半夢牙春子啊！早係見半夢啦，我講下節目留吐轉移。同一專業，該去傳道，愛聊到嘅，咩係愛傳道去聊到，咁推個阿姐轉落去做嘛？我未愛推個妹妹轉落去咁做啊！咁見唔嚟，來請阿凡姑來到呢個節目都問住阿凡姑，就得讓大家來講一下，你自家本身係哪邊客家子弟咯？嘿，我係苗栗嘅客外公司先做的。做得，我呢度啊上一集節目嗬，雙張嘢開始，邊樣嘅都係學海陸啦。哦，係報海陸中國去咯。要報海陸嘅中國去嘛？所以佢表明今天阿春姐嘅生日，所以就咪阿春姐講，因為你熟識了海陸嘅阿春姐錯嘛？因為我諗佢對答。佢講冇學位，做唔得上節目。係啊。不是成日啊，來到呢個海陸提出，至少至少未有講一堆海陸強啊，叫我解擺是第兩種嘅圈住地位度啦。阿凡姑講嘅時間，阿凡姑你按優秀嘅客家子弟，我聽咗繞牆佢都上節目，佢講嚇，唔過阿春姐你係海陸強，海陸強是妙講用解釋，我講緊妙講做唔得來，我先學會真做得來，我一收到驚你水唔落夠，冇人哋驚驚啦。係啦，當開玩笑，所以一流是在啲沒有哩。不過，你記唔記得講到阿凡姑？其實阿凡姑不，你有一種嘅非常勵志嘅一種嘅人生啦，因為來到好朋友咧，也就呢個聽眾朋友大家都了解一下。阿凡姑咧，李文粉先生，佢本身咧係一位視障鐵教先生，係視障朋友。對，不過咧，佢從事咧個客家文化，唔係少你呀。佢慢來去，慢來說。聽講到人家圈住啲位度啊，頭一時都上線啦。韓國咧，你係模仿到啊，係你模仿到。係啦，我講到誒，要做佢才2020年，實際是得到過呢個總統教育獎哦。哇，這不得了呢！還有總統頒獎文哦。還有啊，忙講說了，那個2022年嘅時節，佢得到第10屆嘅星雲教育獎，也就係前一波狗選嘅星雲大師誒，你要種嘅教育獎誒。哇，做先才喺教育方面得獎哦。咁可見得講，呢部分嚟講，你自己對你教育方面嚟講，經驗非常係豐富。用班嚟情況之下，你話行業邊一種係教育方面，行業會做一位視障，係一家視障係。其實做從我自家嘅自身開始啦，因為我細時節，我生以前是木族真爽，啊嗰樣是木族快退以後呢，冇鐵教先生來照顧我，嗰樣時嘅教育就我就變咗彝族之漢啦，嗰陣我就有機會到教育大學嘅時間，我就想講一定要做先生，然後我嘅心理本一條學生，本嘅中央視障嘅學生嘅，我聽說兩條視障嘅朋友，冇本嘅就像係條白樣嘅，要行要兩條路啊。不過談講咧，當然部分自家要講到啊，佢15歲之前佢未睇到，想看得到韓國咧，佢其實我要看佢嘅樣片，佢講佢本來要做畫家咧，佢想話做，你咪當係畫圖嘅啊，有冇本
到，发图的市场。毋过咧15岁过后，忽然间短毛球的木球是木珠是见到见看唔到咧，各种语言性概念你也木珠是慢慢的看唔到咧，没慢慢啊，动脚是看唔到咧，从吗？突然间是看唔到啊！我细时就是动我画图啦，他会想要做画家，不过这样复原嘅1礼拜左右就木珠就存1分木边的呢，还是叫字叫到会死哦，系啊。跟人妈妈没亲手，人妈妈没动手。其实妈妈真艰苦啦，她向爱较急行出来，就因为看到妈妈安尼经叫之后，其实做唔到经教具啊，做唔到帮妈妈按上要行出来，按干过咧。那个阿粉骨哦，唐讲佢自家也有灌地建筑啊，也有灌地武侠唔全部的世界，因为佢讲按燃灯啊，又按电音箱，爱做发架，做乜啊？忽然间我哎呦，因得到这个罕见疾病，整个日哈之间来讲，冇法度行过伊啊。所以咧，佢地武侠空了几多年？空半年呢。空半年冇半年哦，错噶，cái嘴巴面係樣半年嘅角色，行講要以為是阿姐了，芹菜講，又一個是阿妹，你唔下繞牆你也就你通好啊，見到你愛那個阿粉骨愛出門，行出來那種的同你講的，係咪要兩團？我一見得犀利用嚟啲咯。哎呦，阿姐愛啲，愛放門一天我做功課，讓你選假挑叉過嚟添麼？唉，也講一下。嗰種時人講差唔多要半年嘅時間冇行出不下門嘛嚇。誒，當成樣半年嘅角色行出來。其實當到原因是橋下真有可能行出來，一啲人不願意用好邊木珠快特，一開始連行路都冇辦法行，食飯夾唔到菜。因為忽然間看唔到。你那是正常嘅，你突然間乜嘅事情都冇法度做啊。係啊，就慢慢的適應一步嘅以後。所以真有辦法行出來啦，不過就像阿姐講嘅，真是有這阿妹演，這阿妹你穿，該幾是講唱咩？我唔信任。現在還不會一定有這阿妹送咱會成功。自從佢兩個咯，佢後背有一個得力嘅助手啊，有將布用哎呦hin啊，佢將做得強世界性。哦係啊，我挑戰派蛇門呢，派蛇門講，佢到底要結婚麼？要喎，係講佢結會叫咧，叫到外國去。佢啦，結婚樣係內邊嘅，自家講。小嘅下亞半樣，兩班亞半樣係啊，哦，係基本你感動起出來嘅啊。嘿，是他感動你，係佢感動你，然後人唔係啦，唔係啊，唔係啦。佢拖太好嘅時間認識咧。不過法國我轉落去，頭先講空半年啊，因為我冇行出嘅時間，你是會取到動故事，錯嗎？不過佢唔會取到故事嘅。叫動到小寵物哦，寵物咯。哦，喺半年當中來講入侵判子錯，係乜嘅判？咩判係乜嘅判？一開始我係學19條橋嘅呢。嚇！對，人見到啲咪都學19條橋啊？咩啦？要叫我噶？我要叫我噶？冇聽啦，要發言啦。在用下面冇得咳嗽。要8個人爭一格嘅。8個爭一格啊？200人爭嘅。200人咩？咁我主動冇方便，你人要發圖學按到了10個人爭貴嘅。呢個要強嗬，水速強要，明嘅，係嘛？我當好奇嘅時講，佢冇法度行出形容，乜你心情之下想學嘢呢個東西啊？其實就可能係牙爸嗬，講係都卡故事，本來做牌，結果牙一學就越多，結果，即係學是也嫌棄。牙爸爸牙ra ơi bà講咩生意的事咧，個變數嘛，東西全部嗌來變。冇呀，我當然就是。我你自己變我自己變。哦係啊。而且牙爸嗬，咩要按你學通過嘅先似啦。哦。牙尾唔可以必學，佢都條子講係本來學，牙邊係。結果係佢學嘅，阿爸學嘅。其實。咁樣來停學。黑爸我較好是因為。按你真要同阿爸講法，學跳上嘅時間讓就按你交流溝通。當然阿爸連按專業以後，我哋10包飯兩隻牙，就會對打嘴鼓。哦，講幾多條應用嘅了，幾多條要慢慢研究下了。所以基本係中物哦，談的是客家話，空調話，空調。
好吊我这个交通的嘛喏，系糖掉过。那阿爸讲个老吊有相关的翻译没，错吗？错啊，所以讲讲下用迄个东西哦，哎哟，你先都血开下来，你看。唐代记了讲一道一道的了，记起个庆训纪念的时间，大家又取到讲了个阿芬姑，最近又拉强哦。老半年冇乜嘅窮人，佢到底用半年冇窮人，3年談下。嘿，咁你先來談一談學談音樂，談睇音樂之後，演唱技術到咗咧，輕鬆嘅開了台菜。兩隻粉啊，喐來喐去，三公半呀，兩條party，倆條後生，按有年紀，一隻叫鼓，數來數去。兩條廟公打到打意，三公半呀，幾公什麼？該條路後，地下那夜，一條竹馬，踩來踩去。兩隻老鼠，騎來騎去，三公半呀，騎馬哩子，呀路條馬，你跟來去，一家溫柔，愛來愛去。兩面相好，好來好去。三國關係，擘解滿天。愛着的人，你走哪去？講客天台，講客天台，講客 ，That's right。來，談睇了後台歌曲之後，分享應該向親朋友繼續到將來講下廣播電台，在每禮拜日到拜五嘅當就睇12點到1點嘅青陽陽嘅開了台菜。佢今日呢，你只後生人嗬，客家子弟嚟講，真嘅係非常非常嘅優秀嗬。其實呢，出啲台前嘅學習嘅內容哦，真嘅多。佢今日呢，當來到呢個節目當中哦，除了呢，頭先就講到嗬，經陽班人得到了條評證，陽班人行出來嗬，結果行出來之後，你提一件事情，你做乜東西？我哋嘅餐嗬，佢提一件事情一定想講，我22歲正做得行出嚟嘅台門，佢可能呢，我要從一般人嘅想象，看唔到嘅人所以讓人足兩重嘛，咩響想有嗎？讓人自己其他嘅想法。那一開始是先想出去學技術，我想學天腦啦。哦，學天腦。因為我本來嘅望出去嘅前3年，我就開始到不卡開雜貨店。我就想講開雜貨店後，創業前當時候，喺假時開我觀眾喺花開
开较大件啊。总唔得啦，你观众钱不一拿走你就唔理咧，咁樣解釋，總唔得觀眾，所以咧你要上嚟學天咯。但是伊都幾隻學技術幾隻地方，佢主要係咧搞作量啦。先啲台灣新北市嘅心臟盲人重建院，一般嚟講，針對呢度倆目珠看唔到嘅人，大部分體質技術是學嗰種嘅作量，較容易學壞可以有生存嘅機會。不過咧，一般咧，你咪啲講，係倆看唔到嘅人嘅世界咧，佢有都有東西啦，是從因學倆種嘅盲人點字，也咪係天腦嘅一種嘛，因為點詩嘛，打詩也係咩邊嘅世界有都有詩會鋪起來，倆就係你都有做得，你講係鋪起來就係，cái詩咪會浮起來嘛，是你都有咩嚟清楚，就嗰種係點啊，點啊，碰起來，係啊，嗰個是係個點按推起來，係咩嘅按推起來，點詩啊，係啊，嗰就盲人點字。就主要係學三種，主要睇咧係日文，睇嘢作量，睇上係點詩。喺度學日文哦，做埋學日文。因為頭擺嘅作量嘅人客啊，嗬。當係日本人較多。日本人ですよ。沒yes。そうですね。所以我學日文，我學兩種係點詩，韓國係學作量。按講報咩咧？你自家本身係學天腦，所以韓講咧，你學天腦，你轉到學校去讀書啊，因為窮了按到呢，一定要脫節啦、脫軌啦，嗬。係啊，咁用班人上講，學天腦，學了天腦，用咩嚟方式學？其實啲學技術嘅就從經驗都方最有教，我嘅樣寫都是，唔係 Windows， 一難學啦。我其實主要係嗌張國忠，嗰種學你張國忠變樣天啲，係教細妹啦。總講一句，佢開始教細妹朋友咧。佢講我要高中變樣張可以拖機。所以咧，佢會到愛拖倆細妹，有時上網打病讀書。所以咧，23歲要到咗去學校讀高中。唔多先出來，應該。唔但係咁我留見一轉雙啊。用啱啱講咗咯，佢讀下一次後，佢就讀唔會咗咯，佢讀到博士呢。13年見通年下喲。有啦，佢繼續讀下醫係啊。所以要讓佢讀到博士上。讀到博士人開始結婚嗎？冇，我大學3年生就結婚。就超，經驗咩咧？我嘅樣子你是經驗咩啊？嘅細妹定冇法度定咧。要講到啦，呢個因為介良師已經29歲咧，雖然佢係大學3年生天，不過咧，因為佢東岸有一段時間係冇讀書朝天下來，寶寶妹。23歲開始要就個讀高中、讀大學、研究所、研究博士嘛，所以29歲時節是性感勃表咧，所以頭半樣咧，所以要半樣人天貼下咯，樣有樣。主要因為按樣去，佢所以是僅僅29歲時來頭半樣。老實講，成家立業係有樣，如果有家庭嘅壓力頭，現代人會成長較急。知道因為有責任讓負擔。還有條你有提到啊，樣咪講，哎呦，也半樣係嚟到熟識嘅，結果意思要講，該係你嘅同學。學妹啦。學妹。叫下讀書嘅同學做些嗌白寫，嗌學妹要邊係哪寫？所以學妹係用班教導嘅。嗰時圖書教到嘅啊？咩啊？圖書中啲冇強班呢？啲圖書館，嗰時都學校啲會讀書嘅吧？圖書館認識咧，有一年嗌啲嘅圖書館用電腦啊，鋪個電腦檔前 monitor 前面線課，線課一般有一隻細阿妹就是佢鋪嚟講，好憎安尼看東西哦，冇做廢鐵咯。佢看到跳，佢看到當跳線啦，佢唔知嘅嗰種啊。你講你是廢鐵啦？我講我不能做廢鐵咧。就不然是廢鐵啊！是啊，安人是開始交往起來咧。嗰時嘅時候就知道，喲，一隻細阿妹用啦，阿春姐用暗瓊呀，暗白條啊。
影响按响音吧，哎，按响你是老给揪了样哦，的，所以是叫咧，叫的时间成功诶，同意啊？扮演吧，扮演。嘿哦，扮演哎哦呦，你也手办阿蛮强哦。半年是揪到了呀，是开始搞不？开始结婚的。哦哟，早晨要送走船哦，冻水要抽食飯，暗烏夜要送佢食飯哦。嘿哦，等下，因為3串咗佢爆下來哦。有影哦，跟你從咧因為3串係你那個爆下來，所以係全部係你自家煮哦，也係賣片。冇啦，會土雞吹食啦，係啦，但係個全爆啦，基本長期食安嘅啦，蠻難食啦吼。誒，幾時結婚以後幼稚誒，禁止較。啊！你較太張去家煮較多，唔係，嗰種事啊！我相信幾間五朋友係兩下嘅不用慢講不妹，是夠你一屆啦嗬，是夠你一屆冇其他嗬，強沙啦，強沙啦，強沙，啊！驚講啊，唔講唔錯，唔係冇叫偷牌解解，唔係兩屆啊！你講慳要快就走去法律啊！出嚟樣㗎啥？咩？我講嘅阿朱誒，因為你講嘛，偷牌要爆3串啊，錯冇？嗰間五朋友一天想講，嗰也就兩下不用聽眾想講哦。兩個男朋友兩行擺來本愛做老公，一天約到誒，因為基本係錢財看社妹啊，睇過咧，叫為怪了點不下，誒，講嘛，佢叫為談話，阿用軒，係咪阿用軒？嗰時有冇記哦？咁個咧，你講到啊，是從講誒，宣教令也係每個人必須嘅歌唱嘛，所以你下，你阿芳姑也有一個美滿嘅家庭咧嘛，不用家也偷到咧，也供子咧，也做阿爸咧，供子咧。然後我講到也出，其實佢條說，你一開始也有上介到阿芳姑咧，佢自己本身係你嘅兩種嘅時裝嘅提高欣賞。講到時裝嘅提高欣賞，談講你所以去做孫飛輔導，而教了啲嘅小朋友，讓你求時裝嘅小朋友，你做得了大家都分享一下麼？你用辦來教佢哋嘅方式，又係教到乜嘅東西呢？主要係咧教特殊需求嘅課程，你講講點詩輔具嘅用法，確實機啦，嗰個標題鏡、網頁鏡，嚇一條輔具嘅用法。我一開始教嘅時節，小朋友可能佢未會冇識人啊，跟用班去克服兩條嘅東西。比如講小朋友啊，你教佢兩條東西，你係肯定佢會受過。因為特質細人嘅時裝嘅長度冇強，又會強，又會重，又會衝啦。你要看佢嘅強衝嘅，重個需求冇同樣，係啊。我但是就係從幼稚園啊，就給你帶到高中畢業，就像我自家細人一樣誒。其實你是按時是見圖到睇。對啊，我教19年咧，我帶。佢當熟識咧啊！你用班人教佢就當嗰種誒，當管事。其實嘅就有時候是一張嘢意圖嘅嗰種較強嘅嘛，佢就當希望係就以。做得技術下去，基本上係基本先。因為係就以佢做係種情一樣，佢會讓係調藝屋企。發生啊，學校發生乜嘅事情啊？心肝都會問你，心肝都會問你，做先會講出來。所以你咪係做幾多位張老師強咯。其實我哋做輔導先生，係你有安尼嘅功能啊。也就係我哋啲成人嘅性格，韓國我用最有愛心嘅方式來教幾多欣賞，韓國做得將你自家人生嘅經歷嘅故事，咪做得到幾多分享。哎用幾多是會知道線上做的，我韓版沒有哎用去。就讓你人當為當為鼓勵那條聲音了吧？有啲小朋友都是佢不想學習啊，要從小電範樣嘅啦。但有啲聲音嘅能力冇按拉，佢就為希望線上會攞佢繼續攞佢聽書，佢攞佢前頭路毛啊，一啲東西安尼。OK，講到前頭路哦，哎呦，阿芳姑當強哦，當為讓人前頭路哦，到底前乜嘅頭路？你先來寫開下來安排好台歌曲，彈呢歌曲之後，等下將繼續到咗來，輕鬆鬆嘅開了開場。Yeah, something. It's time to hot ole.
Let's go，也给爱追其他的，连世界开始的 sunset， 是我书包撒掉，Say hello， 等你 open the door， 天空就有风光的舞蹈 ，Give me 风口，爱你容量变是不tango， 爱 move me，say 爱 move me， 爱追到 Monday， 错的 Tuesday， 你的 Wednesday 轻松，不用慢，不用慢一点，动了 Thursday， 最后的 Friday。Saturday, give it Sunday, come on, 今日 Sunday。哈口哈口嘞，也小爱哈口哈口哈口嘞，最后黑的哈哈口哈口哈口嘞，也小爱哈口。Yeah， 你讲的冇错，也是不爱做我。哈，半个一改 word， 声声滴滴，看到滴都不停的 search， 原料配色黑，搞不你的 homework， 爱唔什么做谁？嘛唔想做唔好谁 ？It's time 时间到嘞，拍摄係愛是表白體嘞，愛最鬧 Monday， 唔錯嘅 Tuesday， 你唔的 Wednesday 輕鬆，不用慢一點，到了 Thursday， 最後嘅 Friday，Saturday，give it Sunday come on， 今日 Sunday， 哈口哈口嘞，也小愛哈口哈口哈口嘞，最後係的哈哈口。哈口嘞，也小愛哈口 ，Yeah， 你講的冇錯，也是不愛做我。哈口哈口嘞，也小愛哈口，哈口哈口嘞，有沒哈忙哈口？哈口哈口嘞，也小愛哈口，差唔多嘞啦。哎。什麼浪漫公 boy， 你就先等住下春住條妹，好好生愛上公愛，就係唔做一公 boy， boy 我要你全部你卻唔是上課，愛得嘛唔會小氣上走，聽錯嘿講唔水，做唔得怕你夢 no more， 愛最鬧 Monday， 唔錯嘅 Tuesday， 你唔的 Wednesday 輕鬆，不用慢一點，到了 Thursday， 最後嘅 Friday，Saturday。Give it Sunday, come on， 今日 Sunday。哈口哈口嘞，也小愛哈口哈口哈口嘞，最後係的哈哈口哈口哈口嘞，也小愛哈口。Yeah， 你講的冇錯，也是不愛做我。哈口哈口嘞，也小愛哈口哈口哈口嘞，最後係的哈哈口哈口哈口嘞，也小愛哈口。你講的冇錯，也是不愛做我。哈口累了。來，唐太了後台歌曲之後分享繼續到咗來，青央央嘅開綠台菜，頭先有講到哈，除了佢這個搞入了啲聲音呢，慢慢咧唱出來之外呢，佢咪撈了啲時裝嘅小朋友、大朋友哈，甚至一隻沙灘嘅，你聽手機都침頭路，침嘛嘅頭路呢？係，我就先。96年時間，先轉到苗栗成立一個苗栗時裝協會。其實唔單將幫助我自己學生嘅，連中途失明嘅時裝朋友，我哋呢聽書一道安呢。起碼個頭路呢，就唔係得隻時裝朋友就有辦法有個日頭可以做足了。也就日頭冇啦，時間足到嘅。每個人啊，有個人可以做什麼啊？有個人可以唱歌嘅。係，錯。嗰陣我哋就成立一陣樂團。訓練樂團，是出去做那種街頭語言那樣。係。先開始時間，一開始嘅都冇安尼嘅專場，我哋就寫計劃同政府申請實訓班，請先生來教。先教幾了。第一團係客家八言班。八言班。跟住客語費補助，正經哈。係，過嚟就還有那卡西班出來以後，記得注意辦法出去表演咧。講意思做啲自家行出去哈。係呢，大家出去表演啊，要像另外一個計劃啊，就請8隻工作人員，2隻嘅出去嘅2隻嘅土嘅就出去，一隻視察，一隻帶嘅的。所以一定要有人配啦。有人視察帶
办乐器啊、音响啊、声听啊，了到的东西啊，佢哋其實完全看唔到，譬如說上片數嘛，個演員得前面我手大家前手照呢，或者有人看燈，重點啊，用宣告下落嘅時節，知道大家係咪懂感恩呢阿芬姑咧？冇樣嘅，嗰種人自己愛做嘅事情。了就本大家講，哎呀，反正呢，你係了只欠地袂讀嘅，你做得填數，大家是盡量填數啊，用去。錯，我只是盡量樣樣嘅嚟講，也我填數人第一班有能力可以填數朋友。沒有回饋其他人啊！你阿未講實在，真嘅啦，係呀，因為阿芬姑講，我有見過咁樣嘅路程，我記得對於下細人呢來講，或者後生朋友來講，佢可能一度到了個情況嘅時節，佢可能會冇夾冇殺啦，唔對樣板嘅時運也好，或者樣板行出兩我輩，看我輩世界也好。咁個見過阿芬姑先生咧講嘅，佢係做了個順飛斧頭嘅先生，將自己嘅心得。記得我分享，或者係佢所見所聞嘅，咪做得落記得我講嘅時節，我相信你哋嘅視障朋友，佢是做得行出自己。係啊，唔單止你阿芬姑自己做為多，譬如上英雄嘅做嘅時節是天然樣做，其實如嘛做得完成佢自己夢想出來。好，咁看看時間嗰度非常嘅驕傲，其實我哋還有動多嘅兩種嘅想為老大家嘅分享嘅，也就阿芬姑，還有頭先一開始有講到叫總統嘅教育獎啦。星雲教育獎啦，其實也都得獎嘅經過，咩按過嘅，按簡單嘅，咩沙那嚟倒嘅哦。不過咧，時間嘅關係，你都要下回好冇？因為反正啊，你本來欠到咧啦，我咪冇表意啦。3年內，你講誒，還不如你找個繞場嘅來到呢個節目當中來分享你哋嘅點點滴滴，你嘅人生故事好嗎？好，好，非常什麼感謝阿芬姑啊，什麼你，我在過來喲。嘿，什麼大家也非常什麼感謝大家嘅收睇，記得咯，天光 Q 浪時間再次打開收音機來收聽到青央央嘅開了太錯，拜拜大家，也什麼你阿芬，拜拜。